手机画面怎么好像有动画呢？那个叫动态照片呢，那个是从抖音来的啦。抖音啊，影片分享，按那个箭头向右箭头分享，然后去选最下面那一列，还要往左滑动才会看到动态照片。动态照片第一次啊要安装抖音的程式叫动态照片手机程式，然后第二次再按那个分享箭头进去，选最下面那一列，往左滑动一下找动态照片，有没有看到这里啊？倒数第二列第一项有没有 TikTok 抖音现场照片？现场照片就是按那一个了，就是按这个设定现场照片。做好了以后呢，它上面有出现一行，叫做设定桌面，然后才会变成刚刚那个画面出来。